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位是中国一个医生，嘛是一个画家。2002年，真幸运，无坐起哩失事的华航的班机逃过死劫。从此以后，开始画图来义卖，所卖钱拢捐予慈善团体。即届来台湾开画展，特别来展出着一幅韩国瑜的母囝李嘉芬甲这个韩冰的画像，是画家有够成的成。 真大幅优惠内面，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甲因查某囝韩冰两人穿韩国瑜就职迄一天的礼服，优惠中母囝两人眼神体态笑容真逼真。这幅优惠是一位医师画。网上找的照片，照片背面是开会很乱的场面，我把那场面都删掉了。我把那个高雄的爱河对岸的那个六合一夜市画在后面。 为中国信用来医师徐克强本身嘛是画家，即摆专工画韩冰甲李嘉芬，伊嘛摕韩国瑜的相片现场随画。徐克强2002年捌来台湾义卖画作，因为时间安排问题，真好运无坐上失事的华航 CI611的班机，甲死神受伤身，会更加会晓感恩。因为观音菩萨救了你一命，你又是个画家，你给我们画一画那样的观音菩萨的那个照相，这样画这10年我画了很多。徐克强退休10年，为200多幅的作品，韩冰甲李嘉芬母仔画作，伊敢若用3天就完成啊！那这幅画敢有拍算要送予韩国瑜？徐克强讲一切随缘。